神州千秋画卷，山川众彩之地。云深水长之处，摇魂繁衍生息。湖南江华。古老民族，神奇瑶都。时过境迁，探寻瑶族的源头。这是一部镌刻瑶族骄傲与荣光的史诗长卷，跟随先辈的足迹，寻源，触摸民族的脉搏。瑶族源流。距今约5、6千年前，在我国北方中原、甘肃黄淮流域一带，居住着炎帝、黄帝部落，以及包含瑶族先民在内的蚩尤九黎部落。蚩尤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联盟战于涿鹿，蚩尤战败，包含瑶族先民在内的九黎部落一部分南迁，与其他部落成员与瑶石共同建立三苗国。帝喾时代，高辛氏与戎吾战于九黎之地，九黎部落后裔之一的盘户部落参加了这场战争，并为高辛氏赢得了胜利。帝喾封赏其首领，并以赐予婚姻，获得自由与丰邑的盘户部落踏上了南迁之路。瑶族的先民们一路南下，先后吸收了三苗、欢沟、夸父、蒲、辽、李、巴、丙人、廷、越、楚等较大的古老民族成员，迁徙至汉水流域，加入了金庸周蛮集团。以后又迁徙至黔中郡，成为长沙、武陵蛮。他们漂长江而过洞庭，从此在三湘大地生根发芽。时光漫漫，唐代，三湘大地第一次出现瑶的称谓，瑶民从长沙、武陵蛮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，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。唐宋时期，长沙、武陵、零陵、贵阳等郡皆有瑶民，他们在这些州郡内休养生息。江华是有瑶族活动。到宋代，部分瑶民从湖南进入广东，再迁徙入广西，最后抵达滇东。宋末元明时期，瑶族继续往南，往西南迁徙。明末清初，瑶人自湖南经江华去往广西，穿过贵州抵达云南。清代，部分瑶民再经过江华在湖南辗转，继而迁徙到了云南、海南等地及东南亚地区。清中叶以后，瑶民经湖南、福建、两广、滇南进入东南亚，主要集中在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地区。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东南亚地区的部分瑶族南下澳洲，西至欧洲，东到美洲，瑶民成为跨国民族。山河经年，见证了一个民族的从无到有；日出沧海，照耀了一个民族的亘古。至此，瑶族人民生生不息。盘王的故事。江华位于南岭北路，潇水源头，常常戏称为湖南省委。这个看上去与中国其他中小型城市并无二致的小县城，却是瑶族人民生活了1000年的城市。
创造了瑶族文化延续1000年的灿烂传奇。在城市中心矗立一座被称为瑶族第一神殿的建筑——盘王殿，朱墙金瓦，斗角飞檐，整座建筑神圣威严。穿过护圣门，目之所及，花木掩映，迎头而望，著名人类学家、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亲笔所题匾额“盘王殿”3字映入眼帘。拾级而上，庄严的大殿中供奉着瑶族人民公认的先祖盘户。盘王出世先出世，盘王出世在西天。盘王头戴平天冠，立地胸前手托天。这是瑶族文化之宝盘王大歌所收录的《盘王出世歌》，寥寥数笔盘王形象跃然眼前。盘户传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汉代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所在。高乃氏有犬戎之寇，必患其亲暴而征伐捕克。喜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必患其亲暴而征伐捕克，乃访慕天下，有能得犬戎之将，无将军头者，赐黄金1000亿，1万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此时接榜的便是盘户。盘户以其智慧与胆识，取得了敌将首级，并献与帝喾。帝喾依循诺言，以公主许之，并赐予封邑。盘户与公主入山生活，生下子女，自相婚配，繁衍生息，这才有了今日瑶族。这场发生在远古的战争早已不可考，然而瑶族人民对于盘王的虔诚之心却从未改变。瑶族是感恩的民族，1000百年来，他们采取还盘王愿、公祭盘王等多种方式，表现对始祖盘王的崇敬。每逢节庆，人们抬来牺牲，焚香礼赞，载歌载舞。祭祀盘王时，人们唱起瑶歌，打起长鼓，架起人龙，跳起杜曼尼，舀出瓜丹酒，端来18酿，无比虔诚地感谢着先祖的佑护。在江华人民的笑脸中，我们不难看出瑶族人民在这里生活的安逸满足。盘王也必然以神明之姿注视着这方水土，一个民族安居乐业，生生不息。瑶族12姓。相传盘户妇女入南山，几年后生下6男6女，而盘户死后，3公主带着子女回到了高辛氏，帝喾随赐6男6女为王瑶子孙，赐封12姓：盘、沈、包、黄、李、邓、周、赵、胡、唐、雷、冯。随着民族的发展与融合，更多的姓氏在瑶族脉络繁衍中出现并壮大，只有12大姓的瑶族已于历史中悄然渐隐，而百家姓的瑶族仍在腾飞。瑶族，古老的社会组织。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都有自己独特的内部机构。瑶族历史悠久，故其社会组织的形成亦源远流长。瑶族宗教信仰。龙犬是瑶族人民最原生的图腾崇拜，他们对祖先神灵同样虔诚的赞颂与敬奉，而渡界仪式则表达着瑶族人民朴素的鬼神崇拜。瑶族这棵生命巨树在独特的神秘土壤中，依旧生机勃勃，繁盛如初。